目睭金金人相中哦。来，例子，你认为是什么？卡玛豆，卡玛豆确定。嘿，好，来，我问老师哦，老师卡玛豆对不对？哦，马上来讲啦。来分数。啊，恭喜你的第二分好，哦。咱来听老师解说。啊，阮拄则有在讨论讲，真侪物件哦，迄个尾音哦，伫咱的口语流传的是会变音啦吼。是这个物件伊是对外国引进的啦吼。是。啊，日本时代吼，咱对日本人吼去用英语的音转做日本的迄句讲出来呢。啊，英语 tomato 吼，啊，到日本的吼 tomato，啊，搁伫咱台湾吼，就这边 tomato 啦，卡玛豆，伊拄来讲卡玛豆，迄音拢走去啦吼。啊，另外伊搁有真侪其他的名，咱无人讲伊做柑仔蜜，干嘛咪？啊那其他的所在嘛人讲伊臭起啊，因为伊的形甲起啊足共款的，爱片就有一个臭香味啦，所以嘛会使叫做臭起啊。啊，你若讲这几个吼，拢算你正确啦。